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細個嘅時候，係一個腦袋裏面充滿無窮想像力嘅小朋友。我非常鍾意打機，甚至成日一邊行街，一邊喺腦海裏面編織屬於我自己嘅遊戲世界。不過，呢種對遊戲嘅沉迷，好快就令我付出了代價。喺學校裏面，我嘅成績一落千丈，除咗數學稍微好少少之外，其他學科每次都係勉強靠補考先可以考過關。去到高一嗰年嘅美術課，老師出咗一道自選題目，要求我哋分組完成功課。呢個看似平凡嘅考試，卻成為了我當時跨越唔到嘅大山。我內心極度內向同驚恐，喺班上面我根本揾唔到同學願意同我一組。睇住大家紛紛揾好晒拍檔，嗰種無助同恐懼嘅感覺將我徹底吞噬。喺嗰一刻，我選擇咗逃避。我開始唔返學，甚至離家出走，最後發展到連學校嘅大門都唔敢行入去。喺爹哋媽咪同老師無奈咁商量過之後，佢哋幫我辦理咗退學手續。嗰一年，我將整個世界關咗喺門外。退學之後，我成日匿喺屋企，用瘋狂打機嚟麻醉自己。因為我爸爸有精神方面嘅疾病，天天睇住我咁頹廢嘅媽媽非常擔心，好驚我都會步佢嘅後塵，於是帶我去睇兒童精神科同埋見社工。嗰段日子真係好灰暗，直到我姐姐唔忍心睇我繼續消沉，建議我試下進修，等我重新接觸返人類。同社工反覆討論之後，我決定入讀中葡職中嘅電子科。呢個決定成為了我人生嘅第一個轉捩點。喺學校嘅要求下，我每日埋頭苦練，竟然成功考到初級同中級嘅維修電工牌照。當我攞到牌照嗰一刻，摸住粗糙嘅工具，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掌握了一門真正嘅技能。呢種腳踏實地嘅感覺，係我喺虛擬遊戲裏面從未體驗過嘅。後來，我成日浸喺學校嘅圖書館睇雜誌，並開始嘗試做圖書館義工。慢慢地，我行出咗校園，行入社區中心，參與大大小小嘅義工服務，甚至仲攞到義工銀獎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我學識咗造機，學識咗攝影。當我用自己嘅電子知識幫到身邊嘅人，見到人哋嘅笑容時，嗰種久違嘅自信心同成就感，終於一點一滴咁返去我身上。不過，康復嘅路從來都唔係一條筆直嘅平坦大道，因為底子唔好，我只係勉強考到入大學。入到大學之後，面對龐大嘅學業壓力同埋陌生嘅環境，我又一次迷失咗。我再次選擇匿入遊戲世界。更衰嘅係，當時有一個大學朋友建議我減藥，而我竟然聽信咗。停藥嘅後果係災難性嘅，我嘅精神狀況迅速惡化。我開始拒絕同任何同學聯絡，只想將自己反鎖喺屋企。喺大一學期，我再次退學。嗰段時間，我甚至出現咗幻覺，再次離家出走。睇住驚恐萬分嘅屋企人，我知道自己病咗。喺醫生嘅診斷下，我住咗入醫院，而呢一住就係半年。半年嘅住院生活好漫長，但亦係一個令我沉澱嘅契機。出院之後，我返去以前熟悉嘅復康機構參與活動。當我重新見到以前識得嘅朋友，同佢哋輕輕傾偈嘅時候，我感受到嗰份溫暖。我嘅生活好似又重新加上咗色彩。然而，真正令我決定必須要企返起身嘅，係一張獎學金還款通知書。睇住上面嘅數字，我心諗，我係時候要自力更生啦。我要靠自己嘅雙手將呢筆學費還清。喺諮詢咗主診醫生之後，佢將我轉介咗去保翠中心接受培訓。喺培訓期間，我就好似一嚿海綿咁不斷吸收。我學到好多以前從未諗過自己可以做到嘅生活技能：洗衫、洗車、做銷售、做清潔。喺呢度，我唔再孤單，因為我認識咗一班志同道合、互相扶持嘅好朋友。
更令我驕傲嘅係，透過我自己嘅努力同付出嘅汗水，我成功利用培訓津貼，一筆一筆，清清楚楚咁還清清楚楚咁還清咗所有嘅學貸。嗰一刻，我真正感受到做人嘅尊嚴同埋自立嘅快樂。而家嘅我，每日都覺得十分開心。我重新收穫咗滿滿嘅自信，因為我對電子產品嘅知識，以及我豐富嘅義工經驗。而家嘅我可以主動去幫助身邊嘅人。呢10幾年嚟行過嘅路，起起伏伏，就好似一場漫長嘅戰役。但我而家終於明白，原來即使跌到落谷底，都唔好輕易放棄。只要你願意面對現實，唔放棄對生活嘅希望，人生一定可以翻身，總有一日會迎來改變。而家嘅我，已經唔再係當年中一遇到挫折就走佬、離家出走嘅小朋友啦，因為我已經有足夠嘅自信，去正面思考，去勇敢面對未來嘅任何逆境。而家，我想喺寶翠中心繼續學習更多嘅社交技巧，學識點樣更有效率咁同陌生人溝通，點樣自然咁展開話題。我嘅下一個目標，係要昂首闊步，重新走入社會，活出屬於我自己嘅精彩人生。我嘅故事分享完啦，多謝大家。